伫咧台北嘅放假北溪寮，因为真瓦大条埕，过去商业活动真加价，有即个茶米啊，个木材等等嘅民生用品伫遮买卖。为着要互囡仔搁较了解到地方嘅文化，北溪寮历史街区逐年拢会举办拍铜管嘅活动，互遮囡仔来熟悉北溪寮。大人囡仔做伙扮演点头家，演出当年北溪寮闹热买卖情景。还有这间日常理社是当年的商业理社，也就是番仔间。当年南北二路来放假做生意的生意人，大部分拢是大遮。真也透过展览小解英国历史。咱北溪寮每几年都会办理夏乐庆啊，那今年是晨曦夏乐庆，我们这边会举办很多亲子相关的活动。对，然后包含说，然后就改用手机啊来做闯关的游戏啊，结合大家的喜欢这样子，因为现在就是年轻人就喜欢冒险嘛，那我们就设计了一些冒险的游戏。除了有冒险游戏、环境剧场的活动以外，因为放假有出名的青山宫游景，也特别邀请为民师傅，和民众体验台湾的传统文化。他之前对脸谱这个东西，他就还蛮有兴趣的。然后他有时候会自己在家里拿色笔，然后就自己乱涂。对，然后人体彩绘这种东西也蛮特别的。对，就让他体验看看。北溪寮历史街区，逐年拢会举办体验活动。今年也结合手机啊，和民众随时来拢通网络连线听导览。相关活动会办到4月24，要邀请民众做伙找找北溪寮的历史，体验放假人的生活。记者杨淑晴、曾派文台北报道。